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5月10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去你的吧。这个是题目不是在骂你哦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3章第1到24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不要欺压贫苦人，不要接受贿赂，不要参与谋杀，不为非作歹。以赛亚书33章第15节。经文描述亚述将要遭报应，宣告仇敌要落败。上帝要兴起他的拯救，百姓要来依赖上帝。各国因为亚述的欺压而荒凉，但是上帝不管在亚述或者是在近处的锡安，要彰显他的威荣。最后先知也透过这样的一个预告，在锡安神要掌权作王，有平安的荣景。先知以赛亚祷告上帝审判那毁灭压迫他们的国度，犹大已经走投无路，残破不堪了。面对敌人的攻击，以色列人晓得敌人的凶狠，于是向上帝发出呼求，求他做百姓的膀臂与救星。他们有把握上帝必拯救，上帝若兴起，列国必定四散。居于上帝的本性，还有过去他的救恩怜悯，以色列百姓可以安心来依赖他。面对眼前的患难，他们仍以敬畏上帝为至宝。虽然敌人的侵略带来不少的毁坏荒凉，求和的使臣痛哭流涕，在人看来好像没有希望了。耶路撒冷似乎失守是必然的事，但是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刻，上帝起来行动，消灭敌人，保护他的子民。上帝必得胜仇敌，而亚述必离开，不再出现。犹大的王必再掌王权，锡安也要安稳繁荣，因为上帝必与他的子民同在。我们来默想，当你面对生活的困境的时候，你是向谁寻求帮助呢？上帝正在等待你的呼求，做你随时的帮助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施恩典有怜悯的主，求你每天早晨做我们的膀臂，在我们遭受患难的时候做我们的拯救者，帮助我们脱离仇敌的攻击，赐下你的平安，赐下你的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，充满平安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